大家好，又係我金融科技資產管理界嘅林寶儀，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啦。上星期美國宣布對所有嘅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嘅對等關稅。仲話度身訂造，對香港嘅產品加徵34% 關稅，連同早前宣布嘅20%，一共係54% 嘅關稅。今朝美國仲表示向中國徵收總稅率104關稅 ，so crazy 嘅小郵包寄去美國都要 charge 90%，即係價值100元嘅貨品，除咗基本運費，仲要俾90元作為關稅嘅成本。最新消息，中國反制，宣布對原產於美國嘅所有進口產品再加徵50% 關稅，即係由之前嘅34% 提高至84%。香港嘅特首李家超批評美國對此等嘅霸凌行為完全唔奉行自由貿易，亦唔遵守世界貿易規則，破壞國際共同建立嘅貿易規則，衝擊全球供應與產業鏈，加劇全球經濟嘅不穩定及全球經濟風險，國際社會強烈反對。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亦批評美國此舉係經濟霸凌，並強調中國有能力對沖外部不利影響。香港特首李家超又指，香港將繼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政策，與全球南方國家，例如金磚成員加強合作，推動多元化經濟格局。為應對美國關稅挑戰，特首強調7個方向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加強與內地市場對接，拓展內銷，利用 CEPA 優惠進入內地市場。CEPA 係乜嘢？即係為中港建立嘅更緊密經貿關係嘅安排，零關稅同埋市場開放嘅優惠協議。深化區域經貿合作，擴大與東盟、中東及一帶一路國家嘅自貿協定。產業升級轉型，發展高增值供應鏈、數字貿易及總部經濟。推動科技創新，加快河套科技城建設，吸引高端人才，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，開拓新興市場資金通道，支援企業通過金融管理局提供資金周轉支持，降低貿易風險。喺度同大家補充一下，深圳河套係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，位於深港交界，面積約87.03公頃。新土地擁有權屬於深圳，但土地管理權屬於香港，受香港嘅法律監管，亦係國家級跨境創科平台，聚焦人工智能、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。面對美國今次經濟霸凌，香港同中國更加要團結齊心，應對呢個關稅風波同埋經濟挑戰。我哋要更加自強不息，產業升級，迎難而上。通過深化區域合作，東盟覆蓋全球1/3 GDP 同埋人口，10個國家簽署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， 可以降低關稅壁壘，加強產業鏈整合，推動中日韓與東南亞貿易增加，形成全球最大自貿區，亦可以加速亞太經濟一體化，抗衡美國貿易保護主義。不如我哋講下一啲產業升級嘅例子啊，例如紡織工廠升級為全智能研發，又或者半智能，生產採用自動化加環保技術，做高端材料，增加成本效益。又或者係半導體產業，從代工芯片轉向自主設計納米5nm嘅先進製程。亦都好似當年台積電研發 3D IC 技術，提升性能、降低功耗，搶佔全球高端市場。
再俾多個例子，電動車行業，傳統車廠轉型電動化，例如比亞迪自燃刀片電池整合自動駕駛技術，實現銷量全球領先。好啦，無論發生乜嘢事，我哋都要以平常心面對，兵來將擋，辦法總會有嘅。只要我哋做好風險管理，即使係危機都可以變生機。今日我哋暫時講到呢度。如果你有乜嘢更好嘅產業升級 idea、關稅對應策略，又或者任何關於資產管理嘅問題，歡迎留言俾我。感謝你嘅 like 同埋轉發，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